头来台东一间透天厝伫昨8点就火烧，造成一个细厝的厝卡死伫内底。这栋透天的是出租套房，里长表示，住伫内底有一个查某厝卡，捌几若届伫厝放炮啊，那亲像有点火、点导火的行为。也伫火灾发生进前，嘛有人看到伊骑奥多麦离开。这场火灾甲伊敢有关系？详细导火的原因等待调查。 这场明体导火乌烟正高，消防队接到报案赶来拍火，现场还阁一直听到电线烧拍电的爆炸声。消防队对1楼甲2楼喷水拍火，火伫半点钟过了控制，立即出来搜查。踮2楼的房间内发现一个查甫人，不过救出来时阵无喘气心跳，送去病急救也救袂大。 跟我隔壁那个是哥哥。哥哥哦。前面是姐姐，前面第二。同款伫遮遭罪的越南女子听到讲，遭伫隔壁厝边不幸死亡，哭甲正伤心。这场火警发生伫咧初八暗8点外，台东市强国街这栋2层楼铁皮大的厝，总共建这6间房间出租。里长甲租客拢讲，进前就发生过放炮啊，甲敢若是缺火行为，怀疑火警发生的原因无单纯。 啊，早就10几分钟就烧起来。哦。所以，以前是家己导火咯。我唔知呢，我无看，顶看到火介大啊。伊早10几通风尔啦。所以照火是住这人的吗？哎，对，做厝的做楼骹。放鞭炮啊，烧金纸啊，放瓦斯啊。那你们跟他住在一起，你们不会怕？怕啊。怎么会不会怕？每天都提心吊胆的。 警察伫咧搜查了后，并无发现厝内有女性的租客，火警的意外是不是人为所引起的？怎么也搁伫咧调查？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